行政院政委兼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宁和行政院外部调查认定，这场霸凌成立。总统府册一案发布总统令改编制。过来，油品大制厂中联油脂某一批沙拉油防检出有1级致癌物含量超标，这批有1300吨，一定出货予泰山福寿店业者。顶年中华一站马拉松比赛，把酒驾一名姓杨的驾驶无照驾驶弄死9岁囡仔，法院判决符合自首减刑规定，判2年10个月，家属是无法接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这行政院政委兼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宁，和行政院外部调查认定讲，伊有这场霸凌这个案件来成立。总统府伫咧册一案发布总统令改编制，那颜慧欣的老爸，也就是真正的财政部长颜庆忠，册一透过声明来表示讲，这杨振宁讲颜慧欣会入去这个 OTN 的这款讲法是伊推荐的，认为这款的讲法是胡白乱讲。那外界也伫咧关注讲，这行政院敢会主动把这调查报告送到监察院呢？行政院强调讲会来全力配合监察院的调查。联署总处也证实讲，这杨振宁无做政委了后，依法是会当申请恢复退休金的清领。行政院政委兼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宁，因为牵涉前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遭到这场霸凌案，总统府册暗时发布总统令编辑。检察院强调，经贸办记涉这场霸凌案已经伫4月2日立案调查，目前一直在调查当中。外界关心政院是不是主动将调查报告送到监察院？行政院的调查报告也已经有展现了非常明确的态度了，我们现在全力配合监察院的调查。杨振宁2摆透过声明否认霸凌，也无外图采取法律方式。另外有30位经贸办同事共同声援杨振宁。暗过伫杨振宁被免职了后，颜慧欣的老爸前财政部长颜庆忠册声明指，杨振宁讲颜慧欣是由伫推荐政治 OTN 的讲法是混淆视听，爱搁较公正调查。我们看到严前部长他的声明，那真的感同身受那能够感受到他的痛心。整个行政院危机处理是0分是荒腔走板，特别是对于专章昨天职场霸凌专法的上路，我更认为是一大讽刺。颜庆忠认为，将颜慧欣无完成职业者做国家制度才是现公道。杨振宁伫霸凌案成立了后被免职，是不是还会用领解脱呢？这次他离开政委的工作以后，那依法他就是会回去再跟原来机关去申请恢复他原来这个退休金的清领。因此，总处回应杨振宁进前是相信公务人员已经完成退休定数甲协定退休，长期政院做政会时依法停领退休金，毋过离开政会工作影响原协定机关申请恢复退休金。经贸办的工作由3人接任，行政强调相关人数定案了后会对外说明。目前经贸办由2个副总谈判代表加执行秘书处处理日常业务。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油品大制厂中的油脂某一批沙拉油防检出1级致癌物含量超标，这批呢有1300吨，已经出货予泰山福寿店业者咯。这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讲，已经会同时药水去清水这中链油脂客渣，也要求业者爱随落价回收。另外，卫福部长是表示讲呢，这批油品的原料4月出厂的时阵检是合格，不过这成品后续检出来出问题，目前也当在追查这检检的原因。日记真无奈，食品行业者透早就收到2大箱人客退货的大豆沙拉油，国内油品出现食安危机，由中链油脂供应予泰山福寿服务3间油品大厂的大豆沙拉油，即马互人通报有真侪款1级致癌本片比超过标准，影响很大。这段时间的话，会比较短缺，较少人买啊。目前统计有1300吨问题油已经销去门市业者，不过门市业者烦恼早就予消费者吃落去啊。说我们家小朋友都是外面吃，所以我会担心他。这个是我忠诚的牌子，我那个麻油也用那个福寿的。主要是最近会出了这个问题。根据了解，这批问题油是中链油脂液，检验发现配合315、115控诉的油，有本片比每公斤8.1微克，无符合咱国食品中污染物质加毒素卫生标准，含量标准2微克。台中市卫生局嘛，伫7月7日早起活动时，药署针对中链油脂加福寿服务油展开稽查，嘛通知中华县卫生局查核泰山企业，搁开始落来回收机制。使用油脂
制造业者，是我们最关注而且管得最严的一个食品业者，他一定要自主检验之外，我们有要求第三方验证。目前有共稽查到3年有稽查240家次，那在过去检验结果确实都是合格的。卫生部目前查清楚这批油的原料是为制造出厂的时阵检验结果合格，不过后续发现成品有各样原因，还搁咧查。这届影响的范围大，包含复习的大豆沙拉油、健美芳油、服务油的液控大豆沙拉油、平调油18公升，以及黄豆油，还有泰山的金酥奶脂油、沙拉油、环保剔碳沙拉油等真侪品项特定配合。你们也看到都没有在生产了，也停止出货。就是目前我们现在的营运方式，也等待主管机关这边来指示，看我们这边后续检验合格的时候才会再开放。目前中联邮局回应会先控制风险，再搁查清楚责任，邀请专家协助，以上紧的时间把问题找出来做改善。记者采访报道。即马各地政府也开始调查这沙拉油的底干物是对倒位来的，这款本片边呢接触现场的有机物质。有机物质那准收无完全的一种副产物，除了豆仔本身的原料呢，也有可能是受到这环境的污染，而且也有可能是伫咧炼油的过程因为高温来产生的。台北市卫生局人员甲消保官透早去各大卖场、餐厅确认回收的状况，也去服务篮球、清查流向的单。另外，伫台中桃园，卫生局人员也伫各大卖场详细核对单户，沙拉油本片比超标飞机脱销。另外，台北市教育局也初步整合21个学校，捌用公告配合的产品，小数证实本地油是互下边业者发现，伫桃园篮球家己检验了后发现本片比超标，通知中联邮资了后，业者再个检验老油，确认不合格个对外公告。多环芳香烃化合物其实基本上它有100多种，那其中毒性比较强的就是这个，当它散布在空气当中，甚至于是水源的时候，可能进一步去污染到我们的农作物。学者解释，本片比是一种多环芳香烃化合物，定出现伫有机物质消无安全，或者是乌大化、自然产生有害副产物，出现伫火山爆发新源大会焚化炉的修订状况，是为了禁止高温大树接触到高温产生的烟，可能对掉咧。黄豆也是一样，芝麻也是一样，它一定会炒炸，就是你可能快速的把它拉高，温度拉高，那可能就会焦掉。那像我们就是慢慢的去控温，慢慢的把东西炒熟。除了原料爆掉的风险，黄豆要制作沙拉油，爱先激出黄豆原油，再去脱芽、脱酸、脱烧、脱草，真侪定数来静置。其中脱草可能有230度以上高温，温度时间不适当度风险。工位的角度来讲，我们是看人的影响程度，就是会变成很多人去影响，从上游到下游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去思考一个面向，就是说会影响多少人。工会所提醒，第时间少量食边行遐，毋过爱烦恼长期饭后摄食，影响层面较大。建议强化多环芳香烃等有将不来常态减少阻止扩散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发生在顶年11月中华一站马拉松比赛，一名姓杨的驾驶，伊是无照驾驶，弄死一个高岁囡仔。中华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这法官认定讲，驾驶呢是符合着自首减刑规定，判伊2年10个月，那家属是无得接受。也讲这个驾驶呢，英国有2届酒驾记录，驾照已经互吊销。当讲就是无照驾驶，会发生意外呢，就是因为讲呢，民众伫现场伫遐有家人砸落来。手机收留的爸仔囝参加马拉松前欢喜的相片，即马所变做担心是心痛的回忆。2024年11月，姓陈的弟弟甲爸爸做伙参加伫中华的一场马拉松比赛，煞伫活动管制区内，去互无照驾驶的自用小客车弄着，不幸重伤当场死亡。中华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出来。法官虽然审酌这个肇事驾驶对交通法规遵守的意愿无够，不过认定被告符合宪法自首减刑的规定，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在考量被告犯罪后始终坦诚犯行，以及被告于肇事前曾因发现误入活动管制区域及主动求助活动管制人员，并驶离管制路段，及依刑法第62条前段规定，
减轻其刑。知影判决结果，姓兰弟弟的爸爸讲，亲人忍受无度承受的痛苦。伊即支信用驾驶因过有2届啉酒赛车记录，驾照嘛已经互吊销。迄天无照赛车走入管制区，搁一面卡手机啊，一面赛车，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毋知发生意外。代志发生了后，也是互民众抓落来，再留伫现场。那就是因为好在当时人那么多，他躲不掉，他是被拦下来的。那留在现场，这个不是义务吗？电法院表示，主办单位无照申请计划完整进行道路管制措施，信用驾驶才会驶入去管制路段。主办单位嘛应该负一定比例的过失责任。不过律师认为，信用驾驶是不是符合自首要件，要搁进一步了解。如果被告在犯罪后留在现场，但是他没有主动向警报案，或没有主动向警表示愿意接受法律制裁，并不因为他在场被动接受警方询问，就符合自首规定。律师指出，肇事驾驶事后留伫现场，甲是毋是有自首，伫法律的定义是2件代志，应该重新检视自首的实质要件，才会当显示社会公义，佮予伊有适当的法律制裁。这原来会伫2审当中双方攻防的关键所在。记者采访报道。顶年台北市的这个喜来登饭店边啊，有公车弄公车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也若这赛车姓谢的司机呢，互查出讲伊捌开闹过，无适合赛车。就算伊认为讲开到了后无影响，不过到单呢，拢无含这被害家属和解。上诉了后，该判2年。家属也批评讲，这个司机到单拢无真心悔失的。中方扣起来调查，穿乌衫细只查某人，捌是带有把式的司机，前年伫台北市喜来登饭店边啊，弄到伫路口等红灯的公车，害斑马线顶悬的过路人轰弄到，卷入车底死亡。调查这20多岁驾驶本来是互判刑半年，会当用罚金大刑。专案上诉了后，台北地院照过失第4罪，设置改判2年的徒刑，专案阁会当上诉。我自己是痛失这个爱妻哈，到下半辈子啊哈。这个相互依赖的凭借也没有了。感谢一下法官，他可以让这个所谓漫不经心这些在路上横冲直撞的驾驶啊，稍微有个警惕。这个公车追撞的车祸涉案的这个姓谢驾驶，红查出讲伊的脑部有损伤，接受到血症轻度手术，伤势可造成反应力无够，无适合赛车。虽然伊主张伫开刀了后，赛车并无受到影响，但引发死亡的车祸，甲打拢无和被害家属来和解。死者因能够批评讲，司机毋捌诚心来悔失的。面对这摆结果，感谢法官改判。因为谢姓驾驶长，我们目前是以资遣方式来把他资遣掉了哈，他是这个有一个重大事故的问题。目前我们都是依照公运处他的指示做这个体检的标准。我目前大概就是照原本的一些健康检查的一些项目啦，毕竟他有取得了职业的一个驾照。就台北市而言，我们在公车评鉴的一个部分，针对驾驶员的一个健康管理，会特别的去做一个注意跟处理。业者表示讲，涉案的驾驶长即已经无继续伫遮做，但行政人员的聘用标准并无甲重大出事数的人排除。台北市公运处是回应讲，案发了后已经对警方稽查敢有超时，敢有披露驾驶者面向来强化把关。记者综合报道。因应着这护理师欠人，卫福部打算推动癌症患者居家化疗，上紧伫咧年底来推动。不过，台湾癌症基金会上届新的调查发现，要到8成的这癌友呢表示讲无愿意。除了烦恼讲无住院保险就无要赔，也惊讲万不一人安怎是无度处理的。卫福部长赵忠良强调，初步会选择较安全的药啊，而且病人愿意放心的情形之下来做。医院全台欠护理人力的情形，卫福部计划推动癌症的患者的居家化疗，上紧今年底实施。不过，台湾癌症基金会上新的调查显示讲，有要被成着癌的人，就算是经过医师的评估，同款是无愿意伫厝来化疗。内面40岁到59岁的族群意愿上低，9成以上的癌友烦恼发生紧急状况无法度处理，要9成烦恼欠医护资源，7成6认为商业保险未赔。伤保的时候呢，通常是住院才理赔。那这个治疗的这个医护的这个照顾场域换了到家里，那常常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伤保它可能就不理赔了。
医师表示讲，因为医疗科技快速进步，这些癌症的治疗已经会当伫门诊甚至是居家来进行。过去胃癌、食道癌这朋友会使用红叫做是牛奶罐的5FU 炸色素液化疗药啊，等去厝住，过1-2天才等去病院拆掉。但是所有的癌、所有的化疗药啊，拢适合居家治疗。起泡性的化学治疗药物，它要是外漏，那滴到皮肤或者渗到皮下组织里面，那个皮肤是会溃烂的。这类的药物就危险性就相当高。皮下人工血管不是我们一般在这个周边血管打的，那确保它比较不会漏针等等这一些情形之下才会实施，所以大家不用过于恐慌了。就总统强调讲，健保初步的规划并不是以癌症来做限制，是优先选较安全的药物，而且伫病人愿意放心的状况之下来实施，提供民众多一种治疗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高雄，这30年已经刷6届的高雄红山青年夜市，最近佫再传出讲，因为这土地卡着大南部千村的道路用地，有100外担爱刷位，市政府拢无通知。店家是看到这工程机械，才知影讲7月底呢就爱刷好势。经过紧急协调，即马市政府答应讲会来倒找所在，也会利用一寡时间，互店家做准备。花商拍开后道，甲做生意的物件一项搬落来，准备下暗开大营。不过这个大头可能搁免2个月，又搁爱刷贵啊。顶礼拜市府新工处向在工程机械来红山青年夜市车坑，花商感觉奇怪，一问才知影，大南部千川的道路用地按算8月要动工，夜市的外规有100外担的花商卡着用地爱对地刷贵，已经搬3届优先时空，大概刷贵除了无法度做生意以外，搁爱开钱顶看水看电，实在无奈。一摊至少都要花3万到数十万，因为我们每一次的建筑成本，还有每一次场地的规划都不同，所以不是一台车子下去场地就可以开始卖，一定是来不及的啊！怎么可能来得及？对啊，而且这边如果你不搬走的话，也怪手给你夹夹的，你这边的东西，反正你全部都要搬走。是希望说市府那边或者是各单位都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场地，可以长期营业的，不要再搬来搬去，每搬一次我们摊商就要损失一次。摊商讲，这30年来青年夜市啊，已经刷贵刷6届啊，2021年才刷来中仑，才无几年又搁要刷。大家组成自救过车业甲市府相关单位协调，5望会当有抽提做法。市府也答应会用时间给摊商做准备，提供相关的协助。为了减轻对夜市营运的冲击，市府已协调调整工序，涉及青年夜市范围的区域，将延到今年的9月中旬再行施工。自救会表示，市府答应会赶紧找所在，给摊商搬过去了后，才开始动工。不是给摊商5望，这第7届的刷柜是最后一届，唔通附近刷来刷去，刷甲人客拢走无去。记者看邱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这屏东市的广东路行早起呢，车路向破一空，大约有一比外遐尼宽。有一台大货车呢经过时阵，也前链刷卡伫遐，加在人无受伤。公所是认为讲，这有可能是下骹的钢线破去，而且搁再落雨，地基贵会漏了。另外讲到高雄呢，也有一寡车路出现一空的情形。即马市政府是要用这雷达来定期检测道路，赶紧修复以外，也会登记追踪。大货车拍警示灯停伫路边，正前链已经一半塌落去坑内。阮这路都平平，啊来到这落落我调的，当做破链，我落来看，天坑。车未叮当，只好请吊车来救援。初2早起，屏东市广东路这个路段出现1公尺长的大坑，第4货车正前链卡伫坑内，无法度叮当，好在无人受伤。广东路的侧沟，那个跟连通到香海的一个连通管，因为产生那个断裂所以导致那个雨水前几天雨水冲刷之后，让路面掏空。专家讲，淡马路大港车来回一直到南面会歹去，搁拄到落大雨，都可能水会渗入去，冲蚀变一大坑。车搁来回一直到，都会毁损塌去。高雄市进前原来有类似的状况，市政府讲，淡马路下口真侪管线，地下水位原来会有起落，较会造成管线连接的所在走线闭去。以高雄来讲，管线凸起造成地基冲蚀变一大坑是主要原因。除了定期派员检视，嘛导入汤地雷达强化巡检。好大雨或台风之后，它可能2-3天道路下会有新的一些坑洞出现，这部分的确是比较难去预估的。经常性去检测的路段，我们都有做一些分级并且去做追踪。
市政府表示，机器当破土、暗坑破坑、水管脱落这个空棚问题，等改善状况了后，再搁抠图铺路，会当减少车路真侪空窟来情形。目前已经修好304位可能变大坑的地下坑洞，淹过主要锁定伫广线路轨路段。未来原来会伫落雨了后出现坑洞较侪路段，来做巡检的热点。记者采访报道。来看成功大学建筑系团队进行伫欧洲比利时发表研究成果，因利用这片乌的这个蚵仔壳含4克旋乌单来做这循环材料，做人工鱼单推动生态地复育，也透过在地居民共同参与，建立着这生态产业啊个地方治理的创新模式。比利时含丹麦对这个成果是真有兴趣，就含因签这备忘录，也实际来到片乌考察。配合真济乌卡甲4克旋乌单切巴刷链，已经是汉阳会气部即马正做生态助手，伫成功大学师生的研发之下，正做创新的循环材料，用3D 列印做刷链生态单，透过真济空棚构造提供酸路条例，甲正做鱼群的生态空间，进一步深化多数循环经济，甲生态复育。它的结构要非常稳定，不会被海流冲走，可以让鱼虾在这边浮游。因为要插枝，所以要有很多洞。未来这些研发成功，也可以变成生态教育。大家浮潜的时候到水下，也可以看到这一些跟生态共存共荣的一些状况。配合就好渔业文化已经失去功能，不过即马有创新循环材料，和身躯并列，也好就好文化各一摆复兴，也为未来配合新市坡的观光有一助力。把传统的石户转换为新形态的石户，然后用我们设计的构法、跟我们设计的系统，还有这些循环材料，然后把它放置在旧石户旁边，修复的同时又有一些更加亲人的节点。整个海洋生态已经有点浩劫了，那我们用这个计划来把它转化为观光，然后一些游程的一些算是做成一个环境教育。这个方面来讲，澎湖乡亲是很期待。创新循环建材对汉阳复育甲文化复兴有帮助，连续好配合老厝甲起新主题。不过老村民教授复育，集团建材毋是环保的第一选择，认为爱适时限制起厝，才是甲生态保持平衡上好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籍立委林基锦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费1412万元。今下晡呢，台南地方法院宣判林基锦判刑7年，褫夺公权4年。若姓黄的查甫主任呢是判刑2年，假罪5年，专案也会当上诉。若民进党的廉政会表示讲，按照廉政条例，一定爱处分，停权偌久，阁爱讨论。台南市第4选区选出的民进党籍立委林义锦，涉嫌用人头诈领助理费，去年10月互检方起诉，虽伊甲助理伫侦查时阵已经承认犯刑，佮主动交回全部犯罪所得。不过7日下晡，台南地方法院也是将伊判刑7年，将款项流用作为服务处或林姓被告的个人支出使用。本院经审理后，认定林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6罪，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4年。检方调查指出，林义锦为2009年到2024年做过台南县议员、市议员甲立委，涉嫌用不实助理名册诈取议会甲立院助理费超过1412万，涉嫌诈领的方式3种，分别用非公费助理、虚报是公费助理、申请薪水、计薪宣布甲挂名助理。如果违反廉政条例的事项，一审判决有罪，就必须要予以处分。那处分的话，最低就是停权。看了判决的内容，经过廉政委员会的讨论，才能够去确定。伊本人妻子无出面，敢若用文字表示上诉，争取合理的裁判结果。但收到判决书了后，会阁甲律师讨论细节，看情形对外说明。台南地院强调，林义锦做真济间机关甲立委对公费助理费，毋是薪水的实际补贴，应该知影正详细。这案件时间有10多年，诈领费用超过1000万，明显毋是一时的失误，无法度认定这案件有前轻发动，也就是最轻判刑过重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
考虑到台湾经济成长率真好，消费者物价指数称悬等因素，行政院通过112年军工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含着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拢加2000，还有同案调薪4%，整体范围包含着军工教技工、工友含药品雇人员，调是72万人。民生物价持续升悬，薪水管袂府通货膨胀。行政院考虑台湾经济成长率比全球也甲主要经济体较好，以及民间企业平均的薪资甲最低工资持续成长。行政院确定116年军工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整体调幅非主管职伫9.98%至5.88%中央，主管职上悬调幅会达到11.56%。包括专业加级、主管加级调升2000之后，以及通案调薪4%之后呢，5职等的这个主管呢，他的调薪幅度将高达11.56%。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各定价加调2000块，提早为今年7月7日有效。明年度军工教是通案调薪4%，佮以追加预算的方式办理，差不多有72万的军工教收费。未来各考级加薪资、初考、普考、高考3级出任人员的实质调幅，分别是9.98%、8.84%、7.8%。愈是基层的人员调幅愈悬，比大学毕业生拄去民营事业的平均起薪3万大更较悬。都是对基层同仁他会有比较大的调幅。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基础做大以后，分母做大以后，会接着用4%再往上再调，所以它这个调整的幅度的效应就会更大。大教产甲真侪个教师工会虽然肯定，不过嘛点出调幅比率保守，未改变公教人员留在困境恐惊有限，有助于缓和大家离开这一个职场的那个状况。但是你要说能不能完全留才、改善留才的状况，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有待努力的这样。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资料，军工教最近5届调薪，第100年、107年各调整3%， 111年、113年各调整4%， 114年3%。是不是烦恼调薪方案了后，互通货膨胀更加严重？人事总处是讲，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复杂，不是单一的因素造成的。历年调薪主要是考虑消费者物价指数，英国调薪原来是对通货膨胀无真明显的影响。记者采访报道。行政院今仔通过劳退顺旧制劳工自愿提缴含提早结清这退休金的方案，鼓励伫咧公公司服务超过20年的劳工，透过开放自愿提缴含劳资合计结算年资，让劳工享受到新制投资收益含省税金的优势。不过，这劳工团体是认为讲呢，其中呢这提早结算退休金的方案，就要透过劳资合计，建议讲甲这拢列入去法律内面保障劳权。劳退新制实施要21档，不过同款有劳工是采用劳退旧制，雇主照劳工逐个月的薪资，结果提报到劳工退休准备金的专户，口做专款专用，但是所有权是属雇主。旧制劳工敢会当得到退休金，都要看企业的经营状况。为了提高顺旧制劳工的退休保障，行政院通过劳退顺旧制劳工自愿提纳含提前结清退休金的方案，鼓励一间公司服务超过20-30档的劳工申请。选了就职以后，他的退休金基数是受到上限限制。想要多了一些钱，我可不可以自己存钱，自己来提缴，参与这个劳退新制？劳动部强调，新方案实施了后，顺旧制劳工会当自愿提纳退休金，若符合退休要件，劳国双方合意，会当提前结准旧制退休金。部里面它其实去做产业别的分析，或许可以透过产业工会，然后去对他们会员厂商去做强力的宣导。劳动部强调，在结算了后，因为契约属存，劳工的年假才权益未受损。但其实除了顺旧制劳工，选新制但是保留旧制年资的人，在劳动契约遵守的期间，嘛当经过劳国双方协议结清旧制年资。但劳团嘛讲，这拢必须劳资合意才当做，因为资方要提出本金，有可能出现资方无愿意的状况。劳团建议入法保障劳权。要把它结算出去，对我的那个本金来讲就会减少，我的获利就会减少，这个雇主会算的，应该要有执行的公权力。我跟大家说，这个方案基本上是可以让劳工的退休金增加，然后雇主不用再更多的负担。劳动部长王新涵强调讲，这摆针对顺旧制劳工的新方案，唔免经过立法院的修法，只需要修正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在预告了后，有可能在7月底进前就会当实施。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讲，台湾甲这亚利桑那州等咧起的争议抢规模扩大一倍，伫伊任期结束进前呢，会当甲美国全球晶片制造市占率提升到50%。经济部长姜美欣表示讲，台积电目前伫咧台湾也有16座争议抢等咧规划，或者是等咧起，这美国安怎起规模也袂超过台湾。 美国总统川普是搁一摆点名台湾，川普讲是台湾当甲亚利桑那州当得起的晶圆厂的规模扩大1倍，这会当帮助川普伫任期结束进前，甲美国晶片的市占率提高到50%。台积电它公布我们在国内现在已经在建厂，还有陆续可能规划要建厂的部分，如果包括这个高阶的这个 CoWoS 就是那个封装测试的高阶的产能的话，事实上是16座。 所以说实在话，美国再怎么盖，也不可能是这个数量了。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言论，台积电还未做出回应。那台积电无扩大，无伫美国的布局设厂，敢会引来美国用政策来施压？经济部长姜明欣表示讲，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是真有智慧，会当来处理这件代志。根据了解，目前台积电伫美国的布局是包括华盛顿的8寸晶圆厂、亚利桑那州的晶圆21厂，第一期已经量产4奈米，第2期嘛已经动工，3奈米暗算伫明年量产，第3期嘛已经动工，暗算就是2奈米。 含 A16 先进制定，以中长期来看，台积电是暗算伫美国起6座的晶圆厂含先进封装厂含研发中心。专家分析，川普会发出甲美国晶片的市占率有关到50%，都是想要登去晶片霸主的地位。以后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强的半导体国家，有了台积电，有了马斯克的Terafab， 有了 Intel。 你们台积电就给我闪一边去！专家认为讲，照台积电目前的制定技术，免烦恼对 Intel 也是日本、韩国等半导体业者的竞争，是要烦恼美国敢会透过政策来施压。美国若要望台积电，不如望马斯克的 Terafab 计划，确实若成功量产，按算会到当年1000亿到2000亿粒的晶片产量，超过台积电伫台湾的产量。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今仔日审查《危害防治法》修正草案，朝野立委拢总提出17个版本。卫福部长赵忠良强调，讲即届修法规定，若是有电子烟上侪就罚10万。另外，生产制造、进口买卖也会罚较重，上重会当判到7年的有期徒刑。 互人叫丧尸分段的依托美纸这类毒品，常常用电子粉素、致死食毒假死的案件是直直发生。根据交通部的统计，敢若今年1月到4月，全国都查到4725件食毒假死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2.7倍，佫造成9个人死亡。因为安尼，行政院通过《危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头一届甲有电子烟列入去，相关通罚10万块。不过有立委烦恼讲，实际执行可能有困难。如果卫生局的人到场，可是违规人已经走的话，你怎么处理？我们就会跟警政单位大家一起看他现场还有没有可能的这个寻机啊。卫福部表示，这个修法有6个重点，亲像是指定的分，譬如讲加一分，必要做下关键会按照分的管理，包含爱标示警示图文，敢若含合法的卖分场所通卖。另外，修法也针对制造、输入、卖等等的供应链，大大提高刑责，相当通判7年。因为为着避免新法实施，互人袂复反应，也研议1个月宽限期，未随甲人罚，呼吁有电子烟的民众主动甲违法产品交回来。 你要用什么诱因让他们愿意来做回收？好问题。好问题。那你要不要问一下法务部？立法院卫生环保委员会初二审查《危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对立委计共提出17个版本。卫福部强调，目前22个县市办理执行客载原野，大约有163人。 继续甲地方政府相关的部会合作，对边境的拦截、网络的监控、市场的客载、有校园的防治等等的方面，继续查落去，来降低新型的烟对个人健康的危害。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顶个月预告要修正药事法，甲术后病药啊列入去管理甲追踪。不过，妇女团体表示讲，紧急术后病药啊是愈早使用，效果才愈好。若准加强管控，恐惊是一个为难女性。 卫福部长赵忠良就今仔日伫立法院表示，有配套办法才会实行。
若是性行为无避孕，也是发生非自愿的性行为，为着避免有新72点钟内就会有食事后避孕药的需要，卫福部在6月25根据药事法第6条之一，有个修正要甲3项事后避孕药来立管。卫福部证处林正义虽然批回即款药本地就爱有医生处方签才摕得到，无改变处理方式，也毋过消息出来引起社会议论，妇女团体嘛批评这是侵害女性身体自主权甲生育权的决策。真是连踏入妇产科都有困难的情况之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72小时内去医院看诊来取得哈。修法应该把它松绑哈，那让民众可以在药局好可以购买以外哈，也希望能够有配套措施。事后避孕药转为只是用药，我们期盼政府可以设置兼顾隐私又具用药安全的咨询服务，落实孕产、避孕、月经等性别平等教育，提供进便也具有可负担性的药物及相关资源。妇女团体呼吁卫福部袂使在无配套就加强管控甲追踪，若无强将合法处置的方式变少，嘛应当参照 WHO 的建议，加上害性较低的事后避孕药来做非处方药。那卫福部长崔志在卫权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表示，别赶公施行，会建立配套以后再来做。包括药师提供用药咨询甲相关管理措施，希望兼顾民众在紧急状况方便取得药物的便利性，嘛确保安全使用。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2个所谓的事后单剂使用的，就是在性交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那么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好，那我们也会来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但是在这个配套没有一起搭配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贸然把这个预告就把它实施了。妇女团体呼吁卫福部在制定女性避孕配套，应当爱考虑无共区域、族群等等的需求，嘛就要做性别影响评估。那准备追踪药物，嘛就要兼顾孕妇保密性，避免未成年受暴女性也是性侵被害者等等唔敢寻求协助。记者卢尚如、曾春瑶台北报道。4年一届世界杯卡球赛正在进行，台南警方将伫安平一栋透天厝查到非法的跋筊机房。警方表示讲，这是澳门正出名的跋筊集团来台湾设机房，主要是咧跋世界杯卡球赛。警方抓到8个嫌犯，这标本恐惊有上百亿。正在警力提醒要冲入去2楼掠嫌犯，台南市警察局第4分局找透早伫台南一栋高级透天厝，抓到跨国的非法跋筊机房。大好2026年世界杯卡球赛踢甲结噗噗，澳门知名的跋筊组织上准世界杯会当赚大钱，就安尼来台湾，6月中甲规栋的民宿包落来设机房赚大条的。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那我觉得好像一个恐怖组织在这边是一个不定时炸弹，我觉得也很惊慌啊。他们在国外订房不方便，那他是台湾人嘛，我说那台湾人就加个赖，那就加赖之后就名字也就是正常一般狗狗的照片，然后我们就想说 OK 啊，好，那你朋友要订房，那我们就帮你打订单，那就正常打订单进来了。那进来之后，我们也就正常收到定金，然后就接待这组客人，就跟一般的客人完全没有不一样。民宿内底嫌犯未负反应，当场互警察压咧。警方抓到涉嫌的主嫌丁拢总8个人，其中有几位是港澳人士，嘛查扣电脑主机、银幕和手机等证物，初步估计这不法的利益有上百亿。初步估计，该集团透过网络提供下注，累计签赌账计金额将近新台币100亿元。前案依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因为这个组织分工真有路，转来设计的钱嘛足复杂，查扣的设备已经全部互警察封起来，要进行监视。涉案的8个人陆陆续续在做笔录，专案的依照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跋筊等罪嫌移送法办。警方嘛讲，继续要查下盘跋筊的人。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最近行动支付 QR code 正做这诈骗集团用来骗钱的手法，上北警察局含这油卡公司签轰炸合作备忘录，提出缩短 QR code 有效时间等办法来预防，咱也做伙来了解。即马买物件、食饭，真侪人拢会惯使用 QR code 纳钱，不过这煞正做诈骗集团的新目标。警察指出，诈骗集团会透过假着种通知、钓鱼假简讯，也是假网站，拐民众扫 QR code，佮要求办电子支付，也是输入口座的资料，骗购资佮投入信用卡。上摆警察拜时甲普遍率高的悠游卡公司签防止诈骗合作备忘录，加强电子支付轰炸。你的 QR code 停留太久，被
被拍照走了，拍照走了以后，诈团就马上用你的 QR 去相关的 POS 机上面就大刷特刷现在金管会也有要求，希望这个 QR 产生以后几秒钟以后就消失。警察甲邮卡公司合作，未来若发现用电子支付有诈骗风险的时，除了会透过165联防备台即时通报，卖设然后买保留款项，互警察有时间介入查证，避免民众的钱一个都互诈骗集团拐去。希望甲打击诈骗的工课，为事后的查缉提早到事前预防。签署 MOU 来创造公私协力的主要目的。那这一次的合作的重点有5大项，分别是验证、风险管控、拦阻以及识诈宣传。更重要的是，未来我们积极的做教育训练的合作。除了电子支付轰炸 ，NCC 嘛，伫7月初1开始全面导入稳装后备基因警示。民众若接到稳装后备电话，会先听到这是稳装后备电话，请注意提醒，提高民众的警觉，减少民众受到诈骗的风险。记者郭金宏、志光台北报道。嘉义县市甲界林义潭水库附近有200多只的龙洞狗仔，今年4月已经设智慧围篱仔集中管理，所有民众呢，把这围篱仔内面的狗仔放走，也有人来饲狗。家庭所就表示讲，会收集证据，依法来处理。一大群狗仔挡伫咧车路中，互过路的民众毋知影要安怎过。而是嘛，四界拢看会到龙洞狗。初步估计，仁义潭水库周边龙洞狗上无有200只。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嘉义县加强防治所配合乡公所，伫仁义潭进行智慧围篱的计划，甲龙洞狗集中管理。此专案乃是以动保人士合作，进行全区域大量捕犬、绝育以及狂犬病疫苗施打，甚至提供医疗与照护。针对问题犬只，则将令予收容，不予回放。这个计划是用食物来向附近的龙洞狗管理去智慧围篱，结果煞有人乌白痴，妨碍龙洞狗食围篱内底的食物，嘛有人偷放围篱内底的狗仔，破坏计划的执行，造成仁义潭水库周边门后看甲生狗的饲料，龙洞狗的问题嘛无法度解决。这狗仔吼愈来愈大阵，伊就会造成讲咱伫遮来游客，有遮风险区，污染嘛会造成。咱也骑过，就人做爱讲都袂惊啦。迄个人超倒摆会惊人，也无就危险。家庭所表示，这个计划为4月开始到单，一寡民众的行为，毋但对龙洞狗的管理造成干扰，嘛影响到仁义潭水库周边的环境。煞来袂阁退让，针对因的行为已经有收集证据，若是阁有相关的行为，会依法来处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第37届团结金曲奖昨公布入围名单，屏东恒春建城150周年的纪念专辑《春城小唱》，这届入围作词、编曲还有演唱等7大奖项。这长期拍拼传承版周边也阁保障一位老师，也得到这音乐类特别奖，也入围最佳演唱奖。啊厝啊，谁啊去4个月哪到，讲要来咧喊哪钱。歌词唱着爸母种番薯，为着请囝儿的辛苦，演唱者陈庆祥老师这条乡村民谣《思乡记》，提示时势爱感恩惜福。黄曲仁老师的白母调，用传统乐器乐琴伴奏，同款表达天下爸母心，奉劝大家爱友好时代。这2条民谣歌曲收录伫纪念专辑《春城小唱》内底，嘛入围这届团结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若讲到我会入这个金曲奖哦，真正是我意料之外。我是想讲，得落去啊，改成讲安尼试试看就对了啦。无像较早人嘛点油的尔，若去倒呀，就一罐米酒吼，大家就爱啉吼，就妈妈说，就你一句我一句就唱啦。是。所以民谣安尼流传落来，咱这民谣。是足有意义的。团艺师拢真欢喜，第37届团结金曲奖30公布入围名单，屏东县政府出版为着纪念恒春建城150周年制作的专辑《春城小唱》入围7项，有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作词、最佳编曲、演唱等等，展现屏东伫传统民谣和现代音乐融合的创作实力，嘛互恒春民谣搁一届受到关注。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让他如何可以用新的编曲，然后用年轻的语
会，再重新你还是听得到这个凤冈小调，但是呢，你会觉得好像听了一首新歌一样。除了专辑入围各6项，当年努力伫满洲民谣保存甲传承的国宝张日贵，今年也得到团结金曲奖音乐类特别奖，也入围最佳演唱奖。县府文化处表示，这届入围是对规个表演团队的肯定，未来会推出艺文计划，让乡村民谣文化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9月到12月，这台湾会伫咧日本东京现代美术馆展出一个有史以来规模上界大的现代美术展览《强时的青藏》，以台湾日本时代文学团体风车诗社做主题，展览200件的这个美术作品，加600件相关历史文献。主办单位也希望交流的时阵呢，互民众思考到台湾文化的主体性，珍惜当代民主甲自由。历史甲咱牵相画，亲像风车芳袂煞。这首诗合作天星伴强时，是要向台湾的文学社团风车诗社致意。风车诗社伫1933年成立，当时的成员有台湾人，也有日本人，嘛进一步连接当时前卫的艺术。台湾有7等团队规划现代美术的展览，要以风车诗社为主题，去日本展出200件相关的美术作品。甲600件文学、音乐、甲戏剧等方面的历史文献，还原这个台湾在日治时期这些艺术家如何的努力，如何去反省，家己，是虾米人？现在的台湾民主不是理所当然的，必须回头去看过去台湾努力过了什么。虽然是讲日本统治，但是咱的作者也当用伊非常自由的想法，伊的思考方式去表现着伊的感想。对这个以后，这个少年人追求这个自由，甲表现家己的这个作风的时阵，我是感觉真有影响。主办单位希望这届的展览会当让民众透过风车诗社诗人的目睭，了解这个艺文大师伫台湾1930年代战争的时代是安怎思考台湾的主体性甲行界的交流。过去真的没有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展览啊，在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那是100年前在台湾这么进步。主办单位表示，展览打算伫9月至12月在日本办，嘛会伫台湾举办讲座，让台湾的民众嘛会当了解1930年代台湾战争的文学甲艺术。记者郭玉基、谢桂玲台北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呢要迎接建国250周年，不过极端高温可能影响到各项活动。纽约和华府的体感温度来到46度，也预报也显示讲华府国庆当天呢会超过38度，出现这100年以来上界热的纪录。那纽约市也启动这应变计划，设限量中心。7月极端高温到位，纽约市民也挡袂牢，水管袂线，这波热浪高压为中西部一路向东拖，加做小可现象，互高温无法度消散。气象预报显示，纽约初时会负40度罕见高温，打破20年7月纪录。曼哈顿一间土耳其餐厅将核心提供免钱的冰水，予过路人。这10人干能伫大日头骹向别人分钱。Now I'm here and I'm baking. I'm in the oven right now. But other than that, it's been slow. Trying to make a couple dollars. 这1月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纽约各种庆祝活动拢在准备当中。纽约市长曼达宁强调，这可能是为2010年以来上大的国庆日，市府会全面防范，确保市民有所在体谅。I have activated the city's heat emergency plan, and we will issue targeted warnings through our city's advanced warning system to protect vulnerable New Yorkers. The city has opened hundreds of cooling centers across the 5 boroughs. 可能打破高温纪录的都市也有华府，气象预报显示国庆当日的气温按算会超过38度，创8年来的新高纪录。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日早起8点，伫关岛附近的海边出现第9号风台巴威。气象署预估呢，有机会伫礼拜发展做强烈风台，后礼拜会挖进台湾东方海边，对台湾的影响该观察。下礼拜天气稍热，气象署今仔日是针对着10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屏东将可能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这礼拜日头真美，天气有够热。
气象署也伫拜四发布10个县市的高温资讯，其中屏东可能会连续3天出现38度以上极端的高温，民众都尽量避免晒日伤久，爱加啉水才袂着山。今天跟明天比较偏向于东南风啊，所以在高温的预测图上面的话，主要的区域都有机会来到35甚至是37度，尤其是在双北以及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那我们有针对了屏东的部分的乡镇发布红色灯号的高温资讯，那意思就是可能会有连续3天的38度的高温出现。气象署表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礼拜进前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东南部甲恒春半岛有南山的短暂阵雨，部分山区也会落短暂的雷公雨。台湾的东方是太平洋高压势力的范围，那它的势力往中国的华南这边伸展过来，因此我们在高压的范围底下，天气上大致是比较晴朗炎热的。今天的话，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台东、恒春半岛这个地方还是会有些断断续续的降雨，有些地方甚至可能会有到局部大雨等级的降雨出现了。中午过后的话，还是会有午后热对流发展，所以在山区以及中部以北一些近山区的平地的地方，可能会是有午后雷阵雨出现的机会。气象署也指出，拜四早起8点，伫关岛东边的海面有形成今年的第9号风台巴威。目前离台湾要真远，要等到后礼拜才会当确定对台湾的影响。因为台湾附近虽然更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不过伊是向海南岛行线，气象署预告未直接影响台湾。记者郭佑基、谢桂玲台北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客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7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